2026年7月9號，禮拜四，黃昏5點45分，香港跑馬地養和醫院大堂，一個女人行入嚟，黑色鴨舌帽、口罩、黑色衛衣，由頭到腳包到全身，一寸面都唔露。佢全程低頭，眼尾都唔望，鏡頭一下唔停步，唔應記者，直接行去寬口排隊上病房。記者影唔到樣，但排喺寬口嗰啲街坊認得。有人靜靜雞同記者講咗3個字：林青霞。哇！你要知道林青霞係乜嘢級數嘅人物，息影幾十年，幾大嘅場合請佢都未必肯出現嘅。殿堂級女神而家肯包到全身，親身殺到醫院，而且唔止佢一個。之前3日張艾嘉嚟咗2次，行色匆匆。余巡嚟過，全程黑面唔出聲。呢晚7點鐘，連徐克都到埋，成個香港影壇好似約定咗咁，一個跟一個咁湧去養和。咁究竟係邊個病咗，驚動到咁大陣仗？講出嚟你可能會愕然，呢個病人唔係天王，唔係影后，佢一世人企喺幕後，好多後生仔可能連佢個名都未聽過。佢叫施南生，74歲，人稱金牌製片。呢個女人究竟憑咩令半個影壇為佢放低所有嘢？呢個故事要由1967年一個15歲嘅女仔講起。1951年8月8號，施南生出世。據傳佢祖籍上海，喺香港長大。老豆開工廠，家境算富裕，屋企開明，唯一堅持就係個女一定要讀好書。1967年香港暴動，成個社會人心惶惶。佢老豆驚出事，託朋友做咗個決定，將個女送出國。送去邊？你估唔到，要肥非洲加納。嗰年施南生15歲，一個香港女仔孤身一人去到地球另一邊，換轉第二個驚都驚死。但佢去到一睇間學校就知道唔對路，全校得13個學生，來自9個國家。你諗下，13個人9個國家，即係連一班正經嘅同學都湊唔齊。15歲嘅施南生心入面好清楚呢度讀唔出嘢，於是佢做咗一個決定，唔係喊住打電話返香港求救，而係自己安排轉去英國讀寄宿學校。15歲冇父母喺身邊，喺一個完全陌生嘅大陸為自己人生揸主意。講真，你睇佢之後成世人嘅路，就明呢一幕有幾重要。呢個女人一生嘅底色，15歲嗰年已經寫好咗，天塌落嚟佢自己頂。1975年佢喺北倫敦理工大學畢業，讀乜？數據同統計，正宗理科學霸，同電影半點關係都冇。返到香港，佢本來想做記者，點知陰差陽錯，經朋友介紹入咗間公關公司。一個讀統計嘅女仔，兜兜轉轉，點會變成香港電影史上最有權力嘅女人？因為1978年一個飯局，佢遇到一個男人。呢個男人瘦到咩程度？佢今年3月接受訪問，親口爆好似越南難民咁。而呢個越南難民改寫咗佢之後48年嘅人生。呢個男人就係徐克。1978年，兩個人喺佳藝電視共事識落，經同時撮合，第2年正式拍拖。嗰陣嘅徐克啱啱由美國返嚟，乜名氣都未有，反而施南生已經係行內出晒名嘅行政精英。拍拖冇幾耐，兩個着到成個黑社會咁嘅男人上門。嗰日喺半島酒店飲下午茶，施南生望住兩個人跳過嚟，着到一模一樣，皮帽、毛皮褸、牛仔、喇叭褲。佢事後同徐克講：哇，點解着到好似黑社會咁海？呢兩位就係麥嘉同石天，佢哋同黃百鳴攞到金公主院線嘅資金，開咗間新公司叫新藝城，想黑徐克拍戲。後來大家熟絡咗，施南生去新藝城探班，一入門口就嚇一跳，麥嘉、石天日頭唔見人，天黑先返工，成間公司亂到七彩，除咗個小秘書，乜人都冇。佢心入面哦一聲，呢間公司搞唔大嘅，又要個人管管，佢又點會估到後來管呢間公司嗰個人就係佢自己。冇幾耐，黃百鳴真係嚟挖角，黃生把口甜到流，話新藝城前途不得了，正在起飛。施南生做管理出身，
唔食呢套，佢淨係問咗幾條問題：你哋公司一年營業額幾多？黃百鳴答唔出，反問你覺得呢？咁你哋一年拍幾多部戲？幾多預算？你覺得呢？哎呀，原來間公司連最基本嘅數都未有個譜。施南生心冷，俾啲時間了解下先啊。點知黃百鳴做咗一件事，令佢冇得褪。有一日直接同佢講：你今個月人工我已經存咗入你銀行戶口。施南生唔好意思到呢，唯有乖乖返工。就係咁，香港電影史上最出名嘅7人小組入面，有咗唯一一個女人。麥嘉、石天、黃百鳴、徐克、曾志偉、泰迪羅賓6個才華橫溢嘅男人負責癲，施南生負責用佢哋嘅講法做管家婆。但你千祈唔好俾管家婆3個字呃到，以為淨係倒茶遞水咁簡單。好少人知道嘅係，新藝城成套製片管理制度係呢個女人由零開始一手一腳起出嚟嘅。以前拍戲點使錢？投資方派個會計，拍戲嗰陣拎一包現金俾你，使完就算，數都冇得對。施南生睇唔過眼，設計咗一套簽名報數制度，每1蚊都追得到落，啲製片梗係跳晒掣啦。人就係咁，改佢習慣就嬲。但施南生夠硬淨，制度照推。結果呢，20幾年之後，佢自己都詫異，嗰張標行內仲用緊一模一樣。人哋淨係冚住個 logo 換咗自己嘅。制度企穩，前線就爆發。1982年開始，新藝城嘅最佳拍檔連續3年霸住票房冠軍。一間成立冇幾年嘅新公司，打到邵氏同嘉禾呢2大寡頭潰不成軍，兩間鬥咗幾十年勢成水火嘅公司，竟然要破天荒聯手對抗，都頂唔住。6個男人喺台前威風八面。冇幾多觀眾記得係邊個喺後面將每1蚊數得清清楚楚，令佢哋可以專心去癲。但行內個個都知。1984年，徐克拍完《女王密令》，同施南生做咗個決定，劈炮唔老，自立門戶。嗰陣所有人都話佢哋傻，新藝城如日中天，走出去搏乜嘢啫？但呢個決定造就咗香港電影史上最犀利嘅一對拍檔。1984年，電影工作室成立，分工好簡單，徐克負責天馬行空，施南生負責令啲天馬行空落到地。第一部戲《上海之夜》一出手就攞到金像獎最佳影片提名。之後嗰10幾年，你數得出嘅經典港產片背後一浸一浸都係呢間公司。呢個女人，英雄本色、倩女幽魂、刀馬旦、黃飛鴻系列、黑俠、蜀山。你諗下呢張片單係乜嘢概念？小馬哥、聶小倩、黃飛鴻，幾代香港人嘅集體回憶。徐克喺片場癲，施南生就喺後面搞掂晒融資、發行、宣傳、海外市場，一腳踢。徐克要乜佢就變到乜出嚟。行內有句講法，徐克係天才，但天才如果冇施南生，好大機會淨係一個落魄嘅天才。而佢幫嘅從來唔止徐克一個。1980年，一個台灣女星收到佢一封退返嚟嘅支票，呢個女星就係林青霞。嗰年佢喺洛杉磯拍《愛殺》，突然接到一個電話，話想請佢拍《新蜀山劍俠》，打嚟嗰個人叫徐克，林青霞。當時連徐克係邊個都唔知。後來佢嚟到香港，人生路不熟，連傾片約都唔知點傾。有人話評施南生啊。於是林青霞寫咗封信俾施南生，請佢幫手。信入面附咗一張支票，初來報到，唔想蝕底人情，俾錢最實際，好合理啩？施南生點做？封信佢留低，將支票退返，仲同林青霞講咗一句嘢，大意係幫朋友唔好諗回報。嗰年林青霞26歲，呢一課佢記咗46年。所以2026年7月9號黃昏，嗰個包到全身、低住頭直上病房嘅女人，點解肯咁做？嗰張退返嚟嘅支票就係答案嘅一半。講到呢度，你應該開始明施南生喺呢個圈嘅地位係點嚟嘅。再講幾樣嘢，你聽你就更加明。佢同林燕妮、狄娜、余醬
當年並稱香江才女，所以余將會黑住面衝上養和，唔係新聞，係幾十年交情。據傳譯書本《流金歲月》蔣南孫嗰個角色原型就係施南生，連譯書師太咁串嘅人都公開讚佢有型叻威威。仲有倪匡，倪匡講過論 EQ 同 IQ， 施南生邊一樣都高過佢，佢敗得心服口服。最絕嘅係呢樣喺成個圈入面冇人敢叫佢徐太太，公開場合個個規規矩矩叫施南生女士。你要知道喺嗰個大男人當道嘅年代，一個女人嫁咗個大導演，居然冇人夠膽用老公個名嚟稱呼佢呢樣嘢。成個香港影壇得佢一個，事業上佢乜都贏晒，但感情呢一反先至係呢個故事最令人唏噓嘅部分。先講個冷知識，好少人知，徐克行走江湖嗰個老爺封號唔係影迷改嘅，唔係傳媒改嘅，係施南生改嘅。喺屋企佢真係當徐克老爺咁服侍，仲笑住同人講我乜都聽老爺嘅。林青霞後來喺書入面寫過一句，講到好白，施南生係佢見過唯一對老公意亂情迷嘅妻子。你諗下呢句嘢有幾犀利？出面佢係冇人敢叫徐太太嘅女王，談判台上殺退幾多大老闆，返到屋企佢心甘情願做老爺背後嗰個人。佢最開心嘅事就係徐克開心。1996年6月18號拍咗18年拖之後，兩個人終於喺美國比華利山正式行禮。徐克試過喺女人不壞發佈會公開表白，話愛妻永遠是最好的女人。施南生喺台下當場眼泛淚光，嗰陣個個都話呢對係影壇神雕俠侶，模範中嘅模範。但由行禮嗰日開始計，呢段婚姻又係18年。2007、2008年婚變傳聞開始滿天飛，兩個人出嚟否認，仲一齊現身好友場合粉碎謠言，表面上風平浪靜。2011年徐克拍《龍門飛甲》，劇組入面出現咗一個據傳世徐克成30歲嘅女助理，叫樂樂。之後幾年呢個名開始喺娛樂版越出越密。2014年6月，台灣徐克同樂樂被影到着住情侶裝，一晚連踩2場戲。睇完《沉睡魔咒》，睇哥斯拉，舉止親密，完全冇避鏡頭。雙一出，全城譁然，所有人都等緊一樣嘢：施南生幾時開記者會，幾時喊，幾時反擊。1個月之後，一個記者撥咗個電話俾施南生，而佢嘅回應冇人估到。2014年7月3號，電話接通，記者小心翼翼咁問，報道話嗰個女助理係徐克嘅女朋友，你知唔知？電話嗰頭靜咗1秒，然後施南生淡淡然吐出3個字：好久啦。唔係唔知，唔係冇回應，係好久啦。即係話佢一早知咗好耐，收埋喺心入面好耐。記者追問：咁外面傳你哋2008年已經離咗婚，係咪真？呢一下佢把聲略略提高，好似要更正一件好緊要嘅事，唔係2008年，係最近嘅事。然後佢好有禮貌咁話：唔好意思，有事在身，收線。前後1分鐘左右，冇喊冇鬧冇騷臭，任何人冇講過嗰個女仔半句壞話。36年18年拍拖，18年婚姻，佢用1分鐘親口講完。你話呢個女人係咪狠？我話唔係，呢個女人係痛到極點之後仲要企得直。15歲喺非洲自己揸主意嗰個女仔，63歲咗都仲係嗰句天塌落嚟佢自己頂。拍拖18年先結婚，結婚18年就離婚，由頭到尾佢冇公開怨過一句。但故事去到呢度，仲有一樣嘢更加冇人估到，離咗婚佢冇同徐克割席，兩個人繼續合作拍戲，繼續係拍檔。而徐克後來公開講過一句，除咗父母之外，施南生係佢生命入面最重要嘅人。好多人以為個故事到呢度完，一個女人成全咗一個男人，然後體面退場。想唔到最動人嘅一幕，要等到11年之後喺金像獎個台上面，2025年4月第43屆
香港電影金像獎。嗰晚有個獎，全場企晒身，終身成就獎。得獎嘅唔係一個人，係兩個徐克同施南生一齊提名，一齊上台，一齊攞。離婚11年之後，香港電影界用呢個方式話俾全世界知，呢兩個名喺香港電影史入面係拆唔開嘅。徐克攞住個獎講咗一段嘢，佢多謝吳思遠帶佢入行，然後轉個頭講施南生，佢話多謝施南生咁多年嚟為佢撐住電影工作室呢個脆弱嘅帳篷，令佢呢個傻佬可以喺入面胡思亂想。佢仲講呢兩個獎其實都應該屬於佢。你聽真啲呢句嘢，1984年開公司，2025年講呢段話成41年，41年之後呢個男人終於喺全香港人面前親口講出嗰句遲到咗嘅多謝。冇呢個女人就冇佢嘅胡思亂想，冇佢嘅武俠世界，冇徐克。台下嘅施南生氣場依舊，笑住聽徐克呢段發言已經好催淚。但嗰晚最殺觀眾嘅一幕，其實係頒獎嗰個人開口嗰陣，頒獎嘅係林青霞。息影多年，幾乎唔出席公開場合嘅林青霞，為咗呢兩個人罕有咁企返上台。佢喺台上親口講返46年前嗰個故事，嗰通唔知徐克係邊個嘅電話，嗰封信，嗰張被退返嚟嘅支票，嗰句幫朋友唔好諗回報。佢話佢嘅後半生因為呢兩個人而改變。講完，佢將個獎交到兩個人手上，輕輕攬住施南生，三個人企喺台中間，台下掌聲震到成個會場都在震。嗰晚嘅施南生精神飽滿，企得直，笑得靚，同46年前嗰個喺半島酒店笑麥加石，天着到似黑社會嘅女人冇分別。冇人諗到1年之後畫面會變成咁。先講返今年3月，施南生接受文環訪問，喺自己屋企傾偈嗰陣嘅佢，面色精神都仲唔錯，講起舊事仲有講有笑，仲喺鏡頭前爆反徐克嗰單第一次見面。佢對徐克嘅印象係好似越南難民咁。講完自己都笑。邊個估到嗰個訪問可能係佢近排最後一次咁精靈咁出現喺鏡頭前。5月14號，谷美麗設靈，老朋友走咗，施南生堅持要到場送最後一程。但嗰日現身嘅佢嚇親所有人，成個人暴瘦咗一圈，面色蒼白，撐住支拐杖，行2步都要人喺兩邊攙扶，步履蹣跚。同1年前金像獎台上嗰個氣場十足嘅女王判若兩人。嗰日已經有好多人心入面咯噔一聲。2個月之後輪到佢自己入醫院，今次係成個影壇嚟探佢。7月6號黃昏，張艾嘉第一個被影到行色匆匆殺到養和。記者問乜都唔認，神色凝重直入大堂。7月7號下晏，余振道鴨舌舞低調便服，由頭到尾一句嘢都冇，神情肅穆，直上病房。呢位同施南生齊名香港才女，識咗幾十年嘅老友，塊面已經講晒所有嘢。7月9號，一日之內3個重量級人物接力咁嚟。下晝3點55分，張艾嘉再到3日之內第2次，簡簡單單，藍恤衫、牛仔褲、口罩，唔停步，直上病房，一留就個半鐘。離開嗰陣，有記者話俾佢知，好多人都好關心施南生。張艾嘉神情激動，撂低一句：我會將你哋嘅關心話俾佢知。5點45分，嗰個包到全身嘅林青霞到。夜晚7點，徐克到，一身黑衣，步履有啲攰。呢個76歲嘅老人家本來已經入咗大堂等肚，但佢做咗個動作，主動行返轉頭，面對所有鏡頭，一字一句咁講：多謝大家關心，不過我哋希望大家尊重施小姐，俾啲時間同空間佢休息治療。多謝大家。有記者問導演：你自己還好嗎？佢答：我 OK。然後轉身入醫院上病房。據傳由施南生入院開始，佢幾乎日日都嚟，只不過嗰晚先第一次面對鏡頭。同日，謝玲出席自己間鋪開張，
被問到施南生，佢話自己都係睇報紙先知，唔想喺喜慶日子多講人哋私事，但隔空送咗4個字：大步檻過。講到呢度，我必須同大家講清楚一樣嘢，直到而家，施南生本人、屋企人、身邊親友都從來未正式公布過病情，所有病重病危嘅講法都係據傳，佢究竟咩事去到邊一步冇人知，所以我哋唔猜唔咒唔加鹽加醋，我哋淨係做一樣嘢，祝福。講到呢度，開頭嗰條問題答案已經好清楚，呢個女人究竟貧咩？你反轉頭睇佢呢74年，15歲自己幫自己揸主意，30歲幫新藝城由零起成套制度，33歲開始幫徐克搞掂電影以外所有嘢，撐起一個武俠宇宙，幫初到香港嘅林青霞傾片約，仲要退返張支票。佢做咗成世幫人搞掂所有嘢嘅人，幫完唔攞工唔討價唔諗回報，然後到2026年呢個夏天，佢自己瞓喺病床上面，你睇下發生咩事？成個影壇一個一個放低所有嘢，包到全身翻嚟幫佢企崗。有啲人嘅江湖地位唔係睇佢企喺幾高，係睇佢跌低嗰陣有幾多人衝埋嚟扶。事業上佢贏到盡，感情上佢放到底。有人話佢蝕咗，有人話佢瀟灑。如果係你事業同感情，你會點揀？留言話我知。最後喺呢度祝施小姐大步檻過，早日康復，江湖等緊你翻嚟。如果你中意呢啲香港影壇嘅人物故事，記得訂閱，下次再同大家講。